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南投的德山，有一座台湾影城，有袂少5、6、0年代台湾的建筑甲街景。这是有一个导演为着拍戏来起的，为着要互这布景拍完戏就来拍远。这个导演要甲遮打造做文创园区，后面将会当穿着戏服到老街来翕相，甚至阁会当伫咧导演的指导之下来体验搬戏的过程。新年前，这个园区特别开放，互人免费入来参观。穿戏服行伫古早的街仔路，参加人搬一段乡土剧。我135，你246，你同意吗？那礼拜天是我同意，但礼拜天是不是我的？伫边仔指导的是导演房新华，这个街仔路中药房人家厝顶的场景，拢是为了拍片起的。盖了19年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文创区，是我拍了很多连续剧，陆续盖的景。我也不想荒废它，所以而且可以带动地方的特色。过年前，园区特别免费开放参观者入园，都会使翕相，过使伫帮导演的指导下体验拍片的过程。就是很复古，然后很怀旧的感觉。导演都会教我们怎么去演戏，因为平常可能穿不到这些衣服。除了后面将体验拍片的过程，方新华嘛讲，伫指导时，若是看到表现袂歹的人，嘛特别注意，希望讲会使为遮去发掘到戏剧人才。